这里是莲楚河畔，沃野千里，被誉为西藏粮仓。全国蔬菜看寿光，西藏蔬菜看白朗，已成为美誉。从不肯种到抢着种，从老三样到新品种，从贫困村到富裕村，近30年来，在果蔬飘香的致富路上，白朗人齐心协力，接续深耕，与土地一起成长，创造了乡村发展的神奇故事。这就是白朗县巴扎乡彭仓村的日常饮食，餐桌上的菜品都是咱们自己种植的。看到餐桌上的果蔬，我呢就会感慨高原上这座村庄的变化。这是西藏乡村的发展缩影，也是咱们白朗蔬菜种植的一个放大镜。20多年前，除了糌粑牦牛肉，彭仓人就只见过萝卜、土豆、大白菜这老三样。经过不断的尝试和发展，彭仓人已摸索出一套适合高原的反季节蔬菜种植经验。今天，果蔬品种已达到136种。新技术的应用，有效地助力新品种试种、育苗和推广，让老百姓吃上管够的新鲜蔬菜。为了带动大家一起致富，时任村支部书记边坝敦珠挨家挨户地给村民做工作，这期间遭受了不少的误解和白眼。创收也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。2011年，彭仓村成为白朗县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湾源村，从贫困村一跃成为富裕村。白朗奇迹证明了，在高寒缺氧的大地上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执着，成就了现在的新生活。一群人，一个村，一个关于幸福的故事，是发展，也是收获，是突破创造，更是持续不断。白朗县一个个像彭仓村一样的村庄，每天都发生着变化。在一次次喜人的变化中，白朗乡村正迸发着振奋人心的活力。党员干部和当地群众形成合力，围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，共圆伟大复兴梦想，齐心协力，再创新的辉煌。